Hello，欢迎收看汤姆叔叔的频道，5分钟学台语。好，今天要讲几个字呢？来，夹，好，就夹起来的夹，好，台语念夹，好，国语念夹，台语念夹。好，这个夹呢有2个字，一个是提手旁的夹，一个是金旁的夹，好，都可以用哈，夹起来，呵。那之前有提过，背娃娃，对不对？有提过这个字。那背娃娃怎么讲呢？娃娃啊，婴儿、小孩叫囡仔，好，囡仔，好，囡仔，好，背娃娃就是囡仔，好，囡仔，再讲一次，囡仔，好。接下来这个字呢，叫做御姐啊，不准。我们不是要讲五字，我们是要讲一个字，好，赢，好，就赢哎，好，就赢哎，就是玉主。有一首歌哈，施文彬的《爱愈深心愈赢》，有没有那个赢？好，就这个字，好，来，很傻，怎么说？戆，这囡仔真戆，戆，好，就是憨，好，国字叫憨。台语叫做公，好，来，外面的外，好，叫哇，好，哇，好，这是我们比较简单的字，我，好，阮，好，阮就是我们，好，我就是我，阮就是我们，好，海，好，海边的海念海，好。海人生有没有？好，人讲这时阵海，落好行哦，海好。那海浪呢？海浪叫海涌，好，海涌，好，海浪叫海涌，好。那再来一个类似 H 的声音哈，就是蛤蟆，好，蛤蟆知道吧？好，蛤蜊，好，小的叫喇。大的叫蛤蟆，好，蛤蟆，所以蛤蟆跟喇分得清楚吗？大一点的叫蛤蟆，小一点叫喇，好，来一个字，这个字呢，比较少用，好，这个代志真含，好，真含，很荒诞，很奇怪，很不可思议，好，这台语会用一个字来形容，就是含，好，好，这件代志真含，你讲的话真含，好，含，好，所以这个字就有点微妙，好。既然讲到含，你就会想到含，好，含眠的意思就是做梦，好。我们之前有讲眠梦嘛，我们之前讲眠梦，另外一个叫含眠，好，就是这个好。那再来讲一个字，好，就是哭，好，或是叫，好，台语叫做号，好，直念叫考，好。那台语通常会讲号，卖个号啊，卖个号啊，好，号，给我5分钟，台语马通。